好，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，就是针对引入印度劳工的议题，劳动部长何培山是讲会有2种模式，包括直接聘用，也有透过中人的介绍。伊也强调讲，这初期就是以制造业为主，会先来试办看卖，所以引入来劳工是未超过1000人的。在印象中，4月初已经签劳工合作备忘录 MOU， 立法院卫权委员会议啦审查备忘录的内容。立委先关心引进的模式，也有因讲到的扩大直聘，是不是已经建立固定的一个对口来处理？如果采政府对政府基础机的直聘，我方雇主人力需求如何提供？印度方它本身没有直聘的制度啦。我要跟您报告，这个直聘跟我们现在传统的国内直聘这是不一样的哦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。立委阁问劳动部要开放什么产业，初期引进的人数，也有希望对民众讲清楚。何培山直接讲，初期引进的人数未超过1000人。类别会有哪一些？这个时程会是怎么样？它初期是会制造业为主，而且初期是非常小规模的，大概1000人左右而已，最快也要1年以后。你才会看得到这样。立委阁再问民众对引进印度移工，敢会有冲击台湾社会治安的疑虑？劳动部是要安怎解决？外媒报道就是印度每15分钟就有一个性侵。这个是很可怕的。还有英语能力，好，比如他一定程度的技术能力，包括他有良民证，好，等等这方面的检查，一定都必备的。进来之后，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规范跟讲习，然后必须要让他了解台湾的法治是什么样子。何培山强调讲，劳动部已经定顺过工种，一定会把产业需求，也佮有雇主的管理能力来列入考量。初期会先以制造业为主，可能嘛要看来台湾了后适应的情形。若无适用，就可能甲过去引进蒙古移工同款，5年了后就拢无来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